咱拢知影讲，这技校人员呢，毋是公务员，所以是无免费的健康检查。即马为着要照顾这辛苦的技校，新竹市今年是本预算要互500个技校呢，一个人3500的健康检查的这个补助金，而且按算以后，逐档拢会来举办。火灾现场，粪扫场着火烧，拍火时定拢会看到技校协助消防队拍火。为了照顾技校，新竹市宣布，对今年开始要提供技校一人1年3500块的健康检查补助。火场内底有火，烟浓足大的，对细部咯细过健康原来有差，所以。有这个福利是真好，能够透过这样子一个非6都最高的义消健检补助，能够让我们的义消同仁呢，跟我们消防同仁在第一线打火抢救或者紧急救护的时候呢，他们也能够照顾到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能够有就是很好的健康来保护我们所有新竹市民的财产跟安全。医生指出，义消人员定出入火灾现场，有时会因为吸入浓烟，也是有害气体，增加对肺部伤害的风险，所以定期健康检查对因来讲是真重要的代志。肺部因为火场比较容易有一些状况啊，比如说呛到什么哈，甚至像因为这是靠近园区，园区里面有很多特殊的化学材料，以一个肺为主轴，但事实上我们在肺癌的筛检会看到其他，包括心血管的疾病，包括它的一些营养啊。市府目找病院合作，互技校会当利用3500的补助，有所在做健康检查，互技校会当掌握家己的身体状况，安心投入救灾的工作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